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收看客家苗路学院，我是大家嘅基本嘅先生图书中阿忠古。唔知大家有知道咧，2、3年以来咧，人嘅想法有改变嘅嘛？出门嘅时节天出爱带在下面，爱用酒精嚟消毒人嘅松鼠。上到屋开时节，唔单止用酒精，还用茶菇老鼠洗墙里。按你嘅想法有知道懂麻烦冇？虽然讲，呢样嘅想法本带来千多麻烦，唔过係保护自家，嘛保护撇手。韩国唔单止按呢，原本大家係唔注意防沙嘛，盲注嘅人夾來去注意防沙，唔過啲注意防沙嘅時節，有人係提起白來注意防沙，故所叫為當緊張，本來做嘅事情。結果唔記得，像係帶咗人咩，明明就帶了一隻，個加天意沉下去，按樣咁做的。你去注意防曬時節，會遇到哪一條事情呢？一下，幫你哋向下來去看了，Go！